上路阁互人合作饭道的选少。农委会林试所发现一种台湾特有的品种——台东乌松露，到目前为止是台湾发现的松露当中海拔上低一种。 用工具真细致去学，经过一阵拍拼，研究人员真欢喜，因为总算是学到乌松露。研究团队对2017年开始，就伫台东的太麻里地区第一摆找到这种乌松露，这几年嘛继续拢有学到，决定用发现的地区甲合作台东乌松露。 松露的研究希望是在林下经济，不要破坏我们造林地的生态。在太麻里发现的是海拔比较低的，相对的，我们将来在推广林下经济，它的对生态的破坏是会比较好，没有破坏性。林次所讲，台东乌松露是到目前为止伫台湾发现的地上露的种类内面，分布海拔上低的一种。林次所甲单已经发现台湾腔底菌、青尾松露、台东乌松露等5种新种。 真松露，因为台东乌松露分布的海拔是真低，林志所认为真有研究和人工栽培的潜力。要人工栽培，要不然在野采，其实台湾过去的经验采到的量并不多。那人工栽培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说，它一定要有宿主，栽培时间就很长。学者认为讲，因为松露栽培的时间可能要10冬，想要投入量产，爱开真侪时间和钱才成本。目前，敢若伫澳洲、意大利和法国有大规模的量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